现在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台南市的前议长目前是无党籍的议员郭信良，讲疑似牵涉到土地重划案件。透早7点外，台南地检署指挥着高雄市调处等等的单位，同步到郭信良的服务处、议会办公室甲徛家来搜索。当时，这个郭信良人是伫咧厝内底是真配合，伫咧搜索2点外钟了后，郭信良互移送到台南地检署问笔录。调查局的人员出入，这是前台南市议会议长、现任无党籍的议员郭信良的服务处。今仔日台南地检指挥高雄市调处等等的单位，一透早6点多做回出动，来到郭信良的服务处徛家甲议会办公室来搜索。郭信良当时人就伫咧厝里，配合检调人员侦办。经过2点多钟的搜索，郭信良自头到尾人拢伫现场，伊嘛总算是出现。一个面真严肃坐伫车顶，和调查局的人员咧讲话。由检察官亲自带队前往前议长议会办公室、服务处及住处等，及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及相关涉案人员住处，共10余处执行搜索。根据了解，这边郭信良会去互搜索，疑似是和土地重划案有关系。检调接着检举，指出讲伊有无正常金钱的来往，继续搜证了后展开行动。市府的地政局甲相关人员的徛家嘛拢去互搜索。目前检方将牵涉到案件的人甲证人总共10几个人带回去调查甲问话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